湾看世界，讲这个天气是愈来愈极端。印度为3月开始，气温是高达40度，已经有100桶人来热死。美国的西南部嘛来出现着热影，讲这个凤凰城前2天的温度压到摄氏46度，创下104年来上悬的纪录。行伫街路，搁要准备开线，大家拢穿啊真少。因为热浪的关系，西班牙出现20年以来上热6月，民众拢真艰苦，特别是街头艺人。Insoportable, quemando duro, hidratarse bastante y nada ahí esperando que baje. 穿到真高，马德里出现40度的高温，部分地区甚至有到42度。这位街头艺人恐惊嘛真后悔，家己今仔日扮作变形金刚内底的大黄蜂，民众嘛拢出门去咖啡厅吹冷气。Yeah, it's really hot, so we're just trying to find air-conditioned areas everywhere and avoid the sunlight everywhere. So yeah, it's pretty intense. 西班牙民众有够热，美国民众嘛了解。热浪影响美国西南部凤凰城、拉斯维加斯、丹佛、搁有加州拢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凤凰城11号出现46度，嘛创下104年以来上悬的纪录。全美国有超过6500万人伫高温警报之下。欧美国家拢真热，不过这个高温对亚洲民众来讲，恐惊已经真适应。43, 44 के करीब अभी तक चल रहा है सर, तो बहुत लोग परेशान हैं गर्मी से और मोर देन लोग सुबह जैसे हमारे ये खूह है भी कम से कम 100 साल पुराना खूह है, तो इसमें लोग नहाने आते हैं, हम भी लोग आ रहे हैं。洗身躯爱洗冷水，搁有食西瓜。3月开始，印度民众已经伫40度的高温生活，估计有将近100个人因为高温死亡。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嘛喷水替动物降温，希望会当将伤害降到上低。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